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呢個單位呢，我會形容為係一個好有家庭情懷嘅設計。咁早喺20年前呢，佢哋一家人都住落咗喺呢一個嘅屋苑啦。咁當時咧，仔仔仲細個得幾歲嘅。咁直到依家咧，佢已經喺澳洲度畢業啦，翻到嚟香港，再繼續住翻落嚟呢個單位。所以咧，媽媽就決定將呢度做個大改造啦，俾到一個更好嘅生活條件佢啦，亦都可以作為佢成家立室嘅一個新居嘅。咁佢哋喺呢個單位住咗20年啦，都 keep 得尚算唔錯嘅。唯一比較大嘅問題咧，就係單位咧鑽石型嘅斜牆客廳咧，令到仔仔咧覺得坐得唔舒服。所以咧，大部分嘅時間都變咗係 stay 喺間房嗰度嘅，包括佢嘅娛樂啦、睇電視，甚至係打機等等。咁為咗令到個設計上咧可以等仔仔咧多啲逗留喺個廳啦，我哋都決定咗去將啲間隔咧大刀闊斧咁樣去改動，將一啲非結構嘅牆身都拆除咗，再重新佈置。屋主咧佢好重視個廳同埋套房嘅設計啦，咁我哋都做咗一個好新嘅嘗試啦，就係將套廁嘅格局咧改成咗一個一字形嘅佈局嘅。呢個做法嘅好處咧係可以騰空到更多嘅位置啦，俾到個套房可以將張床咧置中嚟擺放，做到三邊落床之餘咧，亦都具備好充足嘅衣物收納空間。另外，我亦都間咗2個嘅獨立區域喺個套房隔離啦，分別就係一個客房啦，係俾媽媽咧間唔時過嚟留宿用嘅，同埋一個適當 size 嘅客廁。客廳嘅間隔改動咧，亦都係呢一個項目一個比較大嘅重要位置。為咗解決咧大門直衝嘅風水問題咧，我哋喺門嘅正前方用咗一個鞋櫃連屏風嘅設計咧，去做咗一個玄關。亦都喺 sofa 嘅背後咧做咗一個一字形嘅 bar counter 啦，形成咗一個 sofa 嘅靠背，亦都做咗一個開放式嘅廚房。sofa 嘅正前方經過改動咗之後咧，有一個正對住電視牆嘅效果。電視牆嘅背後咧，亦都形成咗一個 extra 嘅一個 relax 嘅 corner， 可以喺度睇下書。同時咧，我亦都將一個圓形嘅餐台安放咗喺2間房間嘅前方咧，形成咗一個好獨立嘅用餐區。最後原先嘅廚房經過改動咗之後咧，變成咗一個工人房連儲物室嘅功能。打開咗大門啦，比起原先直接望透晒成個客廳咧，改動咗之後咧，我哋擁有咗一組半高身嘅屏風，連埋鞋櫃嘅造型，形成咗一個好明確嘅玄關嘅。而玄關嘅旁邊咧，我哋喺工人房門嘅旁邊咧，去做咗一個少少嘅展示區，可以俾屋主咧將來去買多啲展示品翻嚟去擺放。客廳咧經過改動之後咧，比原先嘅面積多咗足足100尺有多嘅，空間寬敞咗啦，舒適咗啦，而且 sofa 亦都可以正對住個電視啦。仔仔咧佢亦都好 enjoy 去逗留喺呢個空間嘅。電視嘅背後咧，我哋借助咗一個半高牆啦，冇阻擋到光線啦，同時配合一個升高咗嘅 platform 啦，形成咗一個有趣嘅 relax 嘅 corner， 亦都係改善咗佢本身鑽石型嘅斜牆嘅問題。為咗令到電視牆顯得好簡潔啦，一啲要接駁到嘅遊戲機等等嘅小型嘅 device 咧，我哋就安置咗喺電視牆嘅背後，喺客廳就唔會見到佢哋㗎啦。呢個單位咧擁有一個好靚嘅飯廳區，我將一張圓台咧擺放咗喺2套嘅趟滿屏風嘅前方，配合咗一啲嘅吊燈造型啦，同埋一啲地磚嘅 details 嘅變化啦，形成咗一個好 balance 嘅一個嘅視覺嘅元素。呢2道趟滿咧，除咗係一個好特色嘅背景牆之外咧，其實亦都係通往2間睡房嘅一個房門嚟嘅。呢套門上邊，我哋特意用咗一隻有趣嘅牆布啦。佢嘅 pattern 咧係呈現一啲 irregular 嘅效果，係想呼應翻呢個單位佢鑽石型一啲斜牆嘅元素嘅。嚟到套房嘅部分啦，呢度亦都係阿仔佢嘅寢區啦。
同佢傾過，佢個接受程度都非常之高，所以我哋喺個佈置上咧就將個床咧擺咗喺成個房嘅中央。個床頭嘅方向咧同佢以前瞓嘅咧會唔同咗嘅，俾到一啲嘅新鮮感佢啦。咁同時呢一個設計咧都會形成咗四邊嘅通道效果啦。擁有兩組，一個薄身，一個比較深嘅衣櫃啦，同時亦都有一個工作台嘅。喺床背我都加咗一個半高嘅 cushion 啦，同埋一個薄身嘅櫃啦，可以俾佢收納到之餘咧，亦都可以俾佢好方便咁樣咧去做翻個叉電位嘅。床頂咧原先咧其實就會有個橫梁啦，為咗做翻一個視覺上嘅隱藏效果啦，我哋做咗一個波浪形嘅假天花設計去修飾咗個橫梁。今次嘅套廁咧，我哋做咗一個仿精品酒店式嘅設計，個佈局比較特別啲，係一字形，比較窄身少少。咁喺呢個空間咧，我哋做咗一啲嘅金屬框架，帶有一啲半透玻璃元素嘅設計啦。而喺入邊咧，我哋分別就用咗一個立柱式嘅面盤，同一啲比較小型嘅模式啦，去營造翻一啲精品酒店嘅精緻感，同時亦都做咗一啲嘅比較 curve 嘅泥水嘅工作，喺一啲嘅牆身啦、企缸嘅 shower 嘅位置啦，去突顯翻精品酒店嘅感覺。咁呢個對我嚟講係一個新鮮少少嘅佈局，係同屋主商量完之後，俾佢啟發到我去咁樣做嘅。咁另一間細房嘅功能咧，主要就係放翻阿媽媽啦，佢間唔時會過嚟留宿嘅時候咧去用嘅。咁呢個房亦都有齊晒衣物啦、床啦、書台啦，一啲房間上必備嘅功能。因為佢唔係經常喺度住啦，為咗慳翻一啲嘅平面面積咧，我哋設計上係用咗一個反床嘅手法嚟去處理嘅。咁嚟到客廁嘅區域啦，咁我哋相對上咧做咗一個簡單基本嘅配置嘅。除咗客廁有嘅功能咧，我哋亦都當埋佢一個洗衣房啦。咁主要就係暫時俾工人姐姐用或者客人用為主。呢一個老牌屋苑啦，黃埔花園其實記載咗好多人嘅回憶喺入邊嘅。咁作為咧屋主咧由細長大嘅一個地方啦，窗出邊嘅景觀咧依舊冇變嘅，但係咧室內嘅環境咧就已經截然不同。我哋做室內設計嘅價值啦，在於喺屋主嗰一個冇辦法取代嘅回憶入邊，借由設計嘅魅力，喺一個熟悉得嚟又煥然一新嘅新環境入邊，將新生活繼續蔓延落去。